あ、すみません。うん。各位，大家你好，我鄧健基終於到咗東京鐵塔最高嘅250層嘅特別空望區啦，我已經達成咗其中一個最心願啦，希望你收到我嘅短片之後 send 俾全世界嘅朋友，話俾佢聽，我鄧健基終於今晚係個最好嘅晚上。呢一刻係我最深刻難忘嘅印象。希望你睇咗我短信之後，無論係唔係我朋友都好 ，send 呢啲短信之後，同大家分享下認識我，同埋好希望我想識日本，我希望通過呢個短信之後，希望認識更多嘅日本朋友，令到我希望更多識得日本嘅朋友，希望可以教我日文，或者我教中文俾佢，同埋大家開開心心喺埋一齊，多謝。